面對國內毒品的問題，行政院佇昨正式公告講，把依托米池提升做第一級的毒品。提升管制的第一天，警方就抓到55件63嫌犯，牽涉食毒洗車就佔49件，攏甲依托米池有關係。也警方就提醒講牽涉這類的毒品來製造、運輸、賣人，相當是會當判到死刑。要若是家己食毒，這個刑度對半當起跳，相當會當判到5當。警方強勢破門出來，嫌犯涉嫌毒品犯罪。出來哦，慢破門哦。刑警一路出擊，做大據點，展開全台掃蕩，到第17，俗稱總是煙彈、依托米子類毒品，正式予行政公告提升做一級毒品管制，暗過食毒，洗車亂象有冤者搶攻。烏車轉換攏分隔道並且支持，這個自動車禍在台中豐原區的成功路甲中正路口，涉案的48歲姓詹的查甫人，經過喙瘰快篩檢測檢出毒品陽性反應。駕駛手臂擦挫傷，無生命危險。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險罪毒駕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。國內毒品嚴重，尤其有依托米子類毒品了後，治安危害更加嚴重。身體管制第一天，警方全面打擊抓到依托米子類毒品案件55件，嫌犯63人，49件食毒洗車。我們在首日全國各警察機關總共查獲依托米子類的毒品案件，總共有55件，逮捕犯嫌63人。那我們在此也特別呼籲這個尤其電子菸。上市煙彈所造成的毒駕案件害人害己，家破人亡，一無所有。無論是依托米子、米托米子，也是並拍子等等，這些新的毒品攏是依托米子類的毒品，為調到濫用甲社會危害，攏達到高度警戒程度。即馬正式升級做一級毒品，製造運輸類，相當是死刑，就算是家己食無洗車，相當也面臨5年徒刑。記者綜合報道。